香港近期掀起一股彈珠機熱潮，呢個不只係懷舊風潮，更加係逆市中嘅商機。碎片化娛樂結合，以小博大嘅刺激感，憑積分兌換家電、潮玩公仔，吸引年輕族群排隊打卡體驗。你都想入場分一杯羹？且慢，好多新手敗喺選址環節，以為樓上鋪租金平就得，隨時可能誤入陷阱。第一，舊式樓宇樓梯過窄，可能無法取得消防牌照；第二，彈珠機重量高，樓板承重不足，或需額外花錢加固；第三，若果同民居共用樓梯，牌照部門將會直接否決申請。此外，最棘手嘅有獎娛樂牌照同賭博條例紅線，稍有不慎，合法生意即刻變違法經營。想知道點樣精準計算成本、選址先至能夠避免血本無歸？立即點擊下方連結，查看香港彈珠機創業攻略。記得 like 我哋條片，訂閱我哋美聯工商鋪 channel， 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啦。